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艾倫啊。今日艾倫帶大家嚟到列提頓道啦，駿賢花園睇一個高層嘅單位，海景單位嚟嘅。事不宜遲啊，大家上去睇下先。上到嚟單位啦，先介紹下先，呢度屬於一個中層嘅單位嘅，實用面積863尺，屬於3房1套嘅設計嘅。咁咧，由於列提頓道咧駿賢花園即係地勢比較高啲，咁呢度咧其實望到一個永久嘅煙花海景嘅。好，嚟到呢個客廳嘅區域啦，其實業主咧都要成個單位都要作出有少少改動嘅。首先呢個客廳咧，其實佢幾寬敞嘅，因為咧之前我哋嘅客房咧去做咗個改動，做半開放式啦。另外廚房方面啦，佢都做一個中島 island 半開放式嘅設計，咁令到所有空間感啊、做嘢啊、煮食都好舒服嘅。裏邊咧工人房啦，同埋洗手間嘅擺位都喺晒呢度。飯廳部分啦，咁佢擺咗呢個位置啦，其實佢放咗5至6人嘅餐台咧，其實都好舒服嘅，綽綽有餘嘅。好，先介紹下我哋呢間房嘅佈局先。咁啊，第一間房啦，其實咧業主咧整一個半開放式嘅書房㗎。其實小朋友又好，大人做嘢好，都幾舒服㗎，望住咁靚嘅海景。好，客房方面啊，其實咧佢個佈局咧，其實都好溫馨㗎。其實都係放2個小朋友啦，同埋望住咁靚嘅山景嘅。好，入到嚟主人房啦。design 咧，佢方面咧，其實佢做咗2排大衣櫃嘅。呢邊有一個，我哋另外入門口方面咧，佢都另外有1排衣櫃。咁咧，佢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同埋都可以望到咁靚嘅維港景緻。